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实在互人想袂到，这个新冠病毒竟然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。这个赫特河公国这个国家，大家可能毋捌听过，伊伫澳洲西部的内陆，是一个真小国的国中国。这个国土的面积只有75平方公里，总人口数嘛只有26个人。今年的4月，拄来庆祝建国50周年。因为疫情来扰乱，这个观光收入大大来减少，欠人的税金无再调行，即卖宣布改线回归澳洲，将做疫情爆发了后头一个灭亡的国家。Hi, nice to meet you.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Country in the Country. Are you a king of the country? Yes, I am. 无大场面，阁亲身接待，真亲切。这个就是赫特河公国现任国王，标定拢是来自各国的游客所留的钱。Taiwan. Yes. Wow, you got everything. 伫千分的国家看到熟悉台湾国旗，国王阁手中台湾的地图啊。And this beautiful tea table was a gift from Taiwan. Share Taiwan. 谢谢。赫特河公国有家己的护照、签证甲驾照，邮局嘛发行邮票甲纪念币。伫全世界10个国家嘛有设13间外国办事处，国家应该有的拢有。大家比较较无熟悉，赫特河公国其实伫澳洲西边，国家国土的面积干那75平方公里，总人口数干那26个人。建国进前，里奥纳德亲王本来是一个小麦仔农，因为小麦仔生产的问题，甲政府沟通失败，就建立国家。因过3年前，最高法院宣布伊败诉，要付300万澳币税金，差不多是台票6000几万，加上新年观众病毒疫情，当上全世界观光。以观光为主的赫特河公国，因为安尼无啥收入，国王才忍痛宣布解散国家，为国家的土地还税金。